退休工资3600，听得了耳朵里来气呀起来着。企业单位退休么也那哈，事业单位退休么也那哈，3600么也那哈，13000么也那哈。困觉总归一只床，吃饭总归一只碗，哪有为啥那哈？那哈是没那哈，平均一日天还用100年。听开盐源酱醋水电煤，306通人情往来熬出花，派出定位还用60块。今朝谁当到一台去上场，吃不着白蛋讲白蛋，手是丝好个味道，差了3块5块的地铁，西门菜场单子。哎哟，中山巡查站，慈禧饭店中资店，那边店原来是开了5家的，是的。哎呀，我看几个儿子吃，3汤水哒哒的，还是你的儿子不拨你吃2张的？你要想得出的，从古到今只有爷娘想得到子女，等先辈来先进长辈时，先看看今朝个太阳从西面出来，一个粽子烧鸡公得个哪大啊？但我们吃得3年啊，那么吃不脱哪办家？你个粽子剥开来才香气不变，看见之谁食要大增。3个吃饭拌上海3菜，一碗吃2碗。啊，三台子啊，你现在一些辰光才对光是啊？杀客！感觉呢哈，2只粽子，26块洋钿，臭脱！2块的公检车，虎门黄糕来6间单子，60块洋钿为上200块5角，那个白菜酱还毛半份个，不可以的，切海个1份1毛的，那么毛1份白菜鸡，再毛1块5角洋钿，吃人肉1块5哪毛法个呀？切不到几片个哇！我实在没办法，当子发帮我一点动地，猪腿肉再海吃不能做特技干柴哇！1块5角洋的猪腿肉啊，哈嘛拉汤26块5角呢啊！哎哟，来6间隔壁兰博斯饼，兰博斯饼隔壁鱼特面板，鱼特面板隔壁葱鱼大饼，葱鱼大饼隔壁豆沙波板饭。想想是恨不得侪就走去，靠些袋袋里不哒哒，60块洋钿围上2块，这还47了，灰溜溜个吞走去。退休工资3600，你都讲我阿钱少了，发钱少。